家平安，感谢主，小朋友已经开学1个礼拜了，相信每天都带着主的恩典、主的平安、主的喜乐，到学校跟老师、小朋友一同快乐的学习。在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亲子礼拜，那我们在礼拜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保守孩子们在这1个礼拜平安，在学习当中享受你的同在的喜乐。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亲子礼拜当中，求主耶稣你开我的耳朵，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心板上，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帮助，也用你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准则，也安静我的心，专心的听故事，一起用我的口来赞美你。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将我们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你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上帝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帮助，成为我生命的力量。谢谢你，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罗马书第8章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五望，若是已经看见的五望，毋是五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咧五望伊。豆豆，咱若五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存忍听候。260节，高兴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豆豆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更查人的心的，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搁咱知万项事3工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日子，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雕的。罗马书第8章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五望，若是已经看见的五望，毋是五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咧五望伊。豆豆，咱若五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存忍听候。260节，高兴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豆豆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更查人的心的，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搁咱知万项事3工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日子，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雕的。小朋友，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用舞蹈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灵，四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四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上基督恩感，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上基督恩感，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上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平安，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雅各书4章13节到17节，箴言16章1到3节。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某城去，在那里住1年，做生意，赚大钱。可是听我说，你们连明天还活着没有都不晓得。你们不过像一层雾，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你们应该这样说：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可是你们竟那么骄傲自大，这样的骄傲全是邪恶的。所以，如果有人知道应该行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策划在人，决断在乎上主。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把所筹划的事交托上主，你就能够成功。感谢上帝又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不晓得大家上礼拜过得怎么样？那不晓得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那又不晓得大家下礼拜过得怎么样？奇怪，为什么我会问大家下礼拜过得怎么样呢？下礼拜的事情不是还没发生吗？我们怎么知道过得怎么样？对，我们不知道下个礼拜会过得怎么样。我们能够掌握，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有我们经历过的，又或者是当下所发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做塞翁失马。在塞翁失马的故事开始，这个塞翁啊，他失去了一只他的好马，他的马不见了，无缘无故的不见了。塞翁找也没找到，他的邻居看到他失去了一只马，就过来跟他说：“塞翁啊，可惜啊，可惜，一条好马就这样子走丢了，真的是可惜啦，你还真是不幸啊。”这个时候，塞翁听完他这些邻居对他说的这些话之后，就反倒说一句：“这样子未必是一件不幸的事啊。”过了不久，他的马回来了，他的马不止回来了，还带了另外一只马回来，一公一母成一对。哇！他的邻居看到他的马回来了，又带了另外一半回来，
哇，就过来恭喜他。塞翁，恭喜你哦，你的马失而复得啊，又多了一条好马。这个时候，塞翁又对他邻居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啊。”果不其然，过了不久，他的儿子因为骑上马摔下来，脚被摔断了。看到这样的事情，他的邻居又来跟塞翁说：“塞翁，真是可惜啊，真是可怜啊！你的儿子哇，就这样子摔断了腿，可惜呀，可怜呐，真是不幸啊！”塞翁听完之后，又对他的邻居说：“这未必是一件不幸的事啊。”过了不久，发生了战争。因为战争的缘故，国家征收了很多年轻人。恰恰好，他的儿子因为断腿，不用去当兵，而去打仗的这些年轻人呢，死的死，伤的伤，很少人回来。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告诉我们幸以及不幸是我们不一定能够看透和掌握的，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事情未必在我们的想象跟预料之内，它是超过我们的想象跟预料的。在今天的读经故事当中，提到了有一个人，他呢计划要去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他们要去那里，做生意，并住在那边1年的时间，这边赚大钱。他有一个很棒的怎么样计划，而且呢，在他的想象当中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棒啊！可是雅各书的作者呢，就提醒他了：你们连明天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就像一层雾一样，吹了就散。雅各书的作者为什么会对原本计划着要去赚钱、要去过好生活的这一些人做这样的提醒呢？其实他们有这样的计划，并不是不好。我们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够按照计划怎么样来进行呢？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努力，并且跟着我们所计划的来执行，完成我们心中所希望的那个场景。可是雅各书的作者对这些人带的提醒，其实是要提醒这样的人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想要掌握、控制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很骄傲的想法，而且是邪恶的想法。因为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的人生、你的成功失败，一切的你都能够控制住，那你不就是自己的上帝吗？你就是上帝啦，那你怎么会需要上帝？可是我们都需要上帝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年轻的、幼小的、男生、女生、老的、壮，都需要上帝。因为呢，我们没办法成为像神这样的存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拥有的都是满足自己，是欲望的展现。我们很少会去为了帮助跟带来别人的祝福去做事情。我们人有我们的困难跟我们的限制，我们会去做不好的事情，多于做好的事情。何况是你自己想，你有这样的计划，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子去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做到哦，也不需要上帝了，那人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神，你心中再也没有神了。雅各书要提醒这样的人，这个想法是邪恶的，就像老师上周所说到的，撒旦呢，魔鬼呢，他们很喜欢我们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邪恶的想法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远离，并且破坏，所以撒旦很喜欢我们这样做。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要提醒这样的人，要走回正途。在路加福音12章当中，有着这样的故事，它是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有一个有钱的人，
他就是财主，他呢有非常多的农作物，而且收成呢非常的棒。他看见他的收成这么棒呢，哇，他就心想，我的谷仓呢，哇，放不下这么多，我要再把我的谷仓怎么样扩建？我要让这个谷仓呢里面堆满满的货物啊！他不停的这样子想，哇，并且告诉自己，我真是幸福啊！我呢不用担心我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的忧虑，因为我呢拥有好多的财富啊！我的谷仓装满了谷物。万万没想到的是，上帝来到他的身边，告诉他：糊涂的人啊，今天我就要取你的性命，而你留下的这些还有什么用处？确实，这个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呢没有办法真的控制、掌握自己的人生，即便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看得见的，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明天要考什么考试，我们多努力一点，成绩就会变好。我们如果不多努力呢，成绩就不会上升。这个是我们好像可以控制得到的。但是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是不是维持了一大阵子的线上聚会，也维持了一大阵子的什么？线上课程，大家学校的课程，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人能够想象当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台湾会进入这样3级警戒吗？而现在我们又降下来，在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环境当中，要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人其实非常的渺小，所以呢，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在面对疫情也好，在面对我们人生的展望也好，都是相同的，需要怎么样？上帝来帮助我们，给予我们智慧，去选择做对的事情，去分辨什么事情对我们不好，什么事情是邪恶的，我们要隔离，我们要拒绝，也让我们去知道要更多的怎么样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掌握，那就随便。上帝希望在这个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呢，跟我们的关系是合作的。他带领我们，同时呢，我们也尽自己的本分，努力的来活。所以呢，愿上帝呢能够感动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我们都能够一同的将上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指引，也让耶稣住进我们的心里，让他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才是像耶稣的行为。学习他，我们就是做对的事情；学习他，我们就是跟随他，并且我们努力的学习跟随，并将我们的未来摆脱到上帝的面前，来问他：上帝，你允许我这么做吗？若你允许，我就会成功，我要的就能够得到，而这个得到不是满足自己，而是荣耀上帝。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金句：把所筹划的事交托上主，你就能够成功。箴言16章3节。把所筹划的事交托上主，你就能够成功。箴言16章3节。将你的所做交托上主，你的计划就会成功。箴言16章3节。将你的所做交托上主，你的计划就会成功。箴言16章3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孩子们感谢你，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你在照顾我们，在带领我们，在保护我们，也有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谢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未来的人生有期待，能够为我们的生命来负责任，也对我们的生命用一个谦卑的心态来
看待它，不骄傲自己的成就，不随便觉得自己能够掌握一切，而是随时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未来放在你的面前，求你能够开心悦纳这一切，我们才去做。谢谢上帝看顾我们，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以及礼拜摆在你面前，求主你看顾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伫体力呗，我念领写，你个个领导，你个记伫家，你对亲情的体力，我的死，伫哪里互我，下边我的辜负，亲像我若下边辜负我的人，就必承你表示，你叫我太也派的。因为个原谅连公恭喜所有代代们记，阿们。咦，开始录了吗？哦，开始了。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熊本熊，你们叫我熊本熊。欢迎这一周的游戏时间又来喽。那么我们这一周的游戏要考验各位小朋友你们的眼睛观察力。这个游戏叫做数人头。等一下，当倒数3秒结束之后，你会在画面中间看到一栋教会。那在教会的右边呢，会有人走进去教会，同时也可能会有人呢从左边离开教会。记住哦，从右边进去教会，从左边离开教会。在游戏过程的进行呢，会有一段音乐。那当音乐结束的时候，要请小朋友用你的眼睛观察力、记忆力、运算能力，告诉我在教会里面还剩几个人。好，我来介绍一下等一下的音乐。游戏音乐就是由我来唱歌，并且我有一个伙伴卡比，他会跟我一起唱歌。卡比，过来过来。卡比，哎，卡比，你挡住镜头啦！好的，我是熊本熊，我是卡比。那么我们等一下就先来看一段示范游戏的片段吧。Let's go！时间到喽，我算到了3个人，卡比呢？2个啊？
什么啊？只有2个啊！那么第一题就正式开始喽，小朋友加油！让我们来看看答案吧。哦，小朋友，你们答对了吗？下一题更困难了哦 ，Let's go！ 让我们来看看答案吧。哦，小朋友，你们答对了吗？下一题我跟卡比也会进去玩哦，我们不是人类，不要算我们哦。让我们来看看答案吧。哦，小朋友，你们答对了吗？最后一题，我跟卡比会在里面冲来冲去，不要被搞混喽。时间到，小朋友，你们的眼睛有没有眼花缭乱呢？有没有算到教会里现在还剩几个人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吧。答案是3个人，你有答对吗？总共4道题目，你答对了几题呢？不管你的成绩怎么样，都先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吧。今天的游戏我们就到这里咯，下一次再见，拜拜。大家平安。9月份依旧维持线上亲子礼拜，欢迎大家礼拜天早上一同在线上来敬拜上帝。恭喜小朋友们都已经顺利升了1个年级。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每周日早上9点半的 Google Meet 分组时间，要邀请小朋友进入到你们新年级的分组 Meet， 来与同学们一同聊聊分享哦。本周读经范围：圣经雅各书4章13到17节，箴言16章1到3节，雅各书第4章13到17节，箴言16章1到3节。疫情期间，我们持续透过网络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邀请家长在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里面为孩子参加线上礼拜留下照片记录哦。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父，主啊，感谢你，请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孩子们，在我们学习，在我们与人的互动关系当中，有你那来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拓展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让我们有够多的智慧来学习课业，也学习主啊你的话语怎么样做，怎么样说，去爱人，去善待别人，去做一个诚实的人，也做一个主啊效法你教导的人。主啊，祝福我们的学校生活，祝福我们的家庭生活，祝福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接下来的线上聚会摆在你面前，也将我们整个礼拜都摆在你面前。求主你带领，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